这里是 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，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， 我是豆子，对面坐的是邵大伦同学，你好。各位现场咱所有台中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伦，过来啊，咱大声先来讲什么？OK， 其实我觉得真情这一张专辑哈，这一次来我真的是觉得比较符合，跟上一张应该豆子哥也知道嘛，是飘浪的灵魂，对。可是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好像大伦的比较不是属于飘浪的人。对，就比较重感情，是，友情啊、亲情、爱情都算是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张是除了情歌之外，摇滚的部分偏多，对不对？对，上一张摇滚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其实第一张专辑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形象打得非常的明显，然后就感觉是很哈雷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对不对？但是觉得整个人就是那种就散发着一种英挺的气息，这样。对，其实脚架怎么踢起来都不太知道。最好是完全被摄影师逼的，有没有？我是被导演逼的这样子。对，你知道这样访问邵大伦之前啊，那想必我们会去找一些资料嘛，这样子。邵大伦，你有维基百科？对啊，就是你维基百科记载的还蛮详细的。对啊，感谢不知道哪位网友好心的帮我把我加入到维基，应该是你自己吧？要不然怎么可能有写这么清楚？我真的不会做网络的东西，我手机也没办法上网。真假的？我就不太习惯。你是跟阿公阿嬷久了之后，就自己也变了阿公阿嬷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我每天在公司里面就已经在上网找一些新闻了什么，可是我的手机也就没办法上网。这样子啊？对，我对于这个，我有试图，我承认啦，我有试图，我想要去帮自己写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语法怎么弄，就不知道该如何去编辑它，就我不会。OK， 所以我感谢这位网友。OK， 好，对，不要他 fans 很多这样，听到我的心声。邵大伦从小他传记的那个他传记，然后邵大伦传记，为什么有大罗的声音？邵大伦从小喜欢音乐跟表演，国小参加合唱团受训，很早确定了自己的兴趣，从此开始参加流行乐的歌唱比赛，并积极投入音乐创作。你参加过 MTV 新生卡位战哦？有啊，第一届比蔡依林还早1年，早2年，1996年哦，那比中广流行之星早2年哦，他真的很老哎，不要这样。团体组的比赛，而且并且入围决选。原本唱片公司有意签下他们乐团组团发片，但是团员们准备大学联考，只好忍痛拆团。后来邵大伦持续参加歌唱比赛，大学3年级的时候，妈妈看见报纸上华特迪士尼在台湾的选秀，帮他报名。那这个比赛超过2000多人报考，最终只选出4名，邵大伦脱颖而出。你看，成为1/4啊，前4强这样，好厉害！有这一段啊。有啊，并且在迪士尼公司，我明明就知道，还要故意问他，并且在迪士尼公司的安排之下，前往澳洲集训，于是成立了当初的，我好像知道这一张片子，我有一阵子 The Wiggles 啊，穿4个颜色的衣服，对，然后那一阵子其实我还蛮爱播的，那个成立了台湾的 Wiggles， 对啊 ，Get ready， 对，好久没有扭，Get ready to we go， 我记得。对，2003年，对，10年前的事情了。对，每周6天带状的节目在迪士尼频道播出，4年期间共录制了4张儿童教唱跳专辑，深受小朋友喜爱。但4年之后的 Wiggles 面临到更换东家的尴尬时期，后来迪士尼变成澳大利亚娱乐动能，你真的把它念完然后以及他们的兵役问题，于是最终团体解散啊。有这个，你的落差也太大了。你现在不是一个台语歌手跟台语音乐节目主持人吗？你原来是英文的组成分子之一耶，你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语言天分还蛮好的哦。国语也没有腔，然后台语也讲得很标准，然后英文你又可以这样子，你就不好好用功。你这叫不好好用功啊！我是说都是对跟表演比较相关啦。对啊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
我们一团4个人嘛，里面有很多 ABC 啊，是，我是里面的假 ABC， 装的很好，对。然后很多人就说，跟那些英文本来就很好的人一起受训、一起组团这件事情很痛苦，应该对你来说压力很大吧？就很痛苦啊，因为其实他们都用英文在交谈，那其实包括我的老板那时候也都是外国人。那时候我大学其实我记得我大一上学期那个英文还被当掉，30几分而已。我的天哪！那你还要去用英文去做很多事情，对啊。但后来就是变得是说，真的是环境使然，逼得自己可以用英文开始去跟人家沟通，了解。然后把我们丢到那个澳洲墨尔本去啊，英文都还没学好，先去4个人自己去哦。对，我们都自己去啊，我们去那边找那边的那个训练团队，然后我都自己坐飞机就自己过去了。你就没出过国，一出去你就自己去。所以《漂亮的灵魂》还不是你第一张专辑唱片哈，不算。你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只是出儿童的。我听说你们有 Wiggles 的团员，现在跟你在电台是同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，就是他带我进去报道联播网啊，对啊，带我进去。我的，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对，你们的 range 都好宽哦。我其实是羡慕这种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阳光，然后可成人，然后可本土，可国际这样。可是这些都不是在预期之内，它不是设计好的。我真的从离开，但你们每个人都做得很好啊。你要我去那种团体像画吗？本身长得就已经不是很好看，就不会讨喜，你知道吗？你很适合，而且你很适合抱一把吉他，有点像陶大伟叔叔那种感觉。你看是不是？就跟那些老人家比吧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年轻了不起呀，奇怪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你有那个继续2006，硬是不让他讲完，有没有 ？OK， 对，你们真的很厉害啊，这样的好。然后呢，2006年6月的时候，你就当兵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就进入了义工队。你是义工队呀？对啊，义工队我还不是表演，我是做灯光音响，幕后的。所以你现在是可台前可幕后的人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本来退伍，本来想说就要去音响公司上班了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是真的就一通电话，那个迪士尼的姐姐就把我带进去电台上班当气质，要不然我真的开始对，不然我本来就是要往幕后方。所以说，可能我们接某一场活动的时候 ，PA 大哥有可能就是你就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就可能一边嚼着槟榔，哇，要不要帮多几条啊？有偶像包袱OK， 2008年进入了现在你的广播电台，从事广播节目的主持。然后呢，这一段就不得了了。2008年，因为罹患罕见疾病的姐姐病发，邵大伦为姐姐发愿戒烟戒酒，从此茹素啊。对啊，你现在一直都吃素哦？是啊，我吃大概2-3年有了。是哦。对，你会抽烟哦？戒烟5年了，到明年1月14号就5年。这样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你就是我那个在节目里面说的那一种，就是说那个在人前就是各位小朋友，大伦哥哥来喽，然后那个一下线之后，别冲下啦的那种风尘味很重的那种人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你真的是那种人？对啊，不是，我应该不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迪士尼有很多的可能都会抽烟，可是他要躲起来，不能讲，要躲起来，你不能够自己在那个吞云吐雾的。当然，那小朋友形象太重要了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也都是要躲起来抽啊，在室内啊，或者在办公室、大楼间呐。我的天！我记得我有在那种游乐园那种烟瘾犯了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在做一个，好像在剑湖山吧。那怎么办呢？对啊，就我们同团还有其他人会抽烟，不要讲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躲到那个草丛后面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讲个我告干扣呀！你是说穿着你们的表演的衣服？没有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你只要穿那个东西之后，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上的。我们签约的。那如果说你让公司那个，可是就是没有人看到，蒙受其害的话，你要赔300万。对啊，迪士尼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，了解。包括说那个曾经日本的迪士尼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米老鼠啊，它就是太热了，所以要把头拿下来，所以它就是米老鼠的身体加上人的头吓到小朋友，就那个妈妈就索赔了，大概她拿到了好几千万哦，拿到好几千万，那就是因为这一个事情发生之后，迪士尼就严格的规定，每个人都要签约、签切结书就对了。对，你如果违反了公司的规定的话，或者是说让他们公司的形象受损，要赔很多钱。可是我们都躲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好可怜。